Hello， 欢迎收看《勾勾共哈吧》，我是敏华。我们今天来到海参馆，里头呢有很多的金鱼，还有鲨鱼。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因为要带大家透过镜头去体验一个非常特别的住宿哦，跟着镜头一起去体验喽。白天的海参馆动脑捏，鱼群悠游，珊瑚抢镜，低海带龙，走得看到鲨鱼，也能够看到各种不同的海洋生物。而海参馆里头，光是鲨鱼就有6、7种不同的种类，让民众可以看个过瘾。我头顶上有好多的鲨鱼哦。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鲨鱼。我们也特别请到海牛姐姐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客家单字白天可以让游客了解海底世界，不过夜晚的海底世界是什么样，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色彩，一般人很难想象。所以现在又多了一种观光行程，让民众夜宿海参馆。不过睡前也没闲着，导览员拿着素天筒，会先带大家去看看安布条的海中生物。从白天看到安布条，可以吸收到很多的知识，让民众觉得懂神奇。其实小朋友来到这边呢，都会超兴奋的，因为晚上呢躺在这里的时候，头上都是这些鱼儿啊，跟他们一起进入梦乡。其实对小朋友来说都是很难得的回忆哦，非常特别的体验哦。没有错，不止参观，也能够亲自体验喂鱼的乐趣。而夜宿海参馆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夜晚可以跟鱼儿入睡，低海带笼，铺好床，盖好棉被，就能够进入梦乡，跟鱼共眠。晚安喽，大家。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看到这个在海底隧道里面的鲨鱼，我们看到非常的壮观呢。重点是我们今天又学到新的领域、新的客家话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吧。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隧道，笼。第二个词呢就是鲨鱼，鲨。第三个，我们来看到一整句话哦，来看到这句话就是。在海底隧道可以看到鲨鱼，低海带笼走得看到鲨鱼，低海带笼走得看到鲨鱼。你们都有学会了吗？下一次呢也能够亲自来到这边来看一看吗？记得也要复习你的客家话哦。我们下次见，拜拜。